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来看到伫屏东在地，互人叫伊是台湾野人的林金宝，进前弄入去人的徛家，互警察抓。今嘛搁再互人发觉讲，伊出现伫咧永靖乡永南路。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画面会当看到林金宝脱八体，手骨夹一支念流啊，手搁挂一卡袋啊，半暝行伫咧大路，民众的监视器拢看现现。随望伊无伤人意，嘛无害人心，不如个附近的百姓也是袂放心。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看到家人庙口有贼仔，一个查甫人来到卖鸭肉饭的单位，趁点头无注意，偷摕2000外块。该在20点钟内，伊搁一摆经过这，随互警察认出来，随甲伊抓。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带咱了解。英如。好主播男子手机靠在耳朵旁，走进鸭肉饭的店里，但他没有点餐，也没有讲话，反而是左顾右盼，然后趁着大家都不注意，手一伸，直接朝店员放钱的铁盒抽出厚厚一叠100元的纸钞。而他在作案后快步离开，借由一波波的人潮掩盖踪迹。店员发现正想要追上前，却已经看不到嫌犯的身影哦。那么事发就在基隆29号晚上8点多，地点是热闹的庙口夜市。有不明的男子顺手牵羊偷走摊商大约2000多元的现金。来听一段店家的访问。他是我们有监视器画面啊，他是这样看，他就趁没注意就拿了，这样就走。对，我们这就放这样的，我们一般都放这样子啊，这样子加这样，他就拿了就走。对，所以我听到那个碰撞的声音，对，零钱的碰撞的声音，大概什么样的声音？就这样子，好，晃一下。对，晃一下的声音，我就听到，因为我们这边当时没有人，所以不可能这有声音。你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赶快就对，有一个黑影就赶快走了。你可以听到，因为嫌犯的手法快速又熟练，让店家人心惶惶。私底下透过 LINE 群组，幸好嫌犯在案发20小时后行经爱三路的路口时，被眼尖的员警认出，只好乖乖就范。目前已被带回警局，依法送办。以上是为你掌握情况。多谢英如，搁再来关心有人伫咧统联客运，甲人卡来手来。一个查某囡仔为台北坐统联客运落南到高雄，经过台中站的时，恐有一个查甫人挖过来伊的身躯边，甲伊卡来手来。这个查某囡仔惊甲坐去后壁，嘛赶紧打电话给男朋友报警察。客运的运将知这个消息了后，随甲车驶去到南仔溪站停车，警察随来抓人。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桂阿虎来传来了解。阿虎。好的，主播给观众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一名带黑色包包、横条上衣的男子呢，被2名员警包围，现场询问。那现场是在高雄男子的统联客运车站。那男子会被警方临检，主要原因就是警方获报呢，他居然在车上对邻座的女客人做出不雅举动。当时男子从台中站坐上客运之后呢，就直接选定被害女子坐在旁边。但离谱的是，车子没有开多久，他就开始对邻座女客人性骚扰，吓得女乘客直接逃离座位，跑到车厢最后方来拨打电话向男友求救，而男友有立即报警。就在警方获报之后呢，和司机取得联系，最后决定在统联高雄男子站停车，员警也早已守候在旁，当场将这名色狼带回侦办。以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场交给棚内主播。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这是桃园市区，敢若有人伫咧批车，有民众拜二透早发觉2只奥多摆伫咧大路批真凶，赶紧报警察。这2只奥多摆经过大路，车安尼变叫，害附近的人拢踹一个。管区的警察接到报案了后，随赶紧来处理，嘛查到这2只奥多摆，发觉这2个人拢也未成年，先甲因带转去警察局保护，依法开罚单，刷来通知厝内的人，甲因带倒转去。
过来看到检察官调查个案人员牵涉到走私分的案件，今麦上新的进度，昨已经调44个个案人员来问话，因为考虑到因的身份较特殊，特别来到桃园开侦测庭。另外嘛，伫咧台北海关调5个关务署的人来问话，按算这礼拜就会约谈花航的董事。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徐旭杰来带咱了解。旭杰。好，社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团购私烟案。那么事发至今呢，其实已经是第10天了。那么就在稍早呢，7月29号当天的时候呢，检方其实是指导国安局，那么根据呢这个特勤中心手上的这个名单哦，来约谈国安局的23名相关涉案人员。不过呢，就在昨天，也就是30号的时候呢，他们又陆续呢约谈了这个44名的国安局人员。也就是说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总共有67名相关涉案人员都被检方进行约谈了。不过因为检方呢，他们是考虑到说这些国安局的人员他们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没有让他们如果说直接呢从这个北检的大门进入的话呢，很有可能身份会因此曝光而去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昨天呢其实是秘密的到桃园再另外开一个侦查庭来进行讯问哦。不过同时呢，他们也到呢这个台北关的部分呢，针对呢相关的这个关务署人员、还有查缉人员以及通关业务的部分等等5名的承办人也来进行讯问，主要呢就是要了解说有没有可能呢有这个高层涉入的可能性，都是检方呢要进一步来厘清的。那么其实呢，在昨天这个总统府的部分呢，他们也已经呢就是有发表这个走私烟的名单。那么除了一些国安局的相关人员之外呢，还有8组是没有写名字的，也就是说只有绰号和一些代号的这个昵称哦。所以呢，检方就要持续来厘清说这些昵称到底是谁，而且呢这些购买者有没有可能是帮别人代购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涉案人员的人数呢，都还有可能是在往上增加的。所以今天呢，检方这边呢，就是陆续的，因为已经将华航的3名高层呢是列为被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对他们来进一步约谈呢？都是我们要持续了解的。以上是在现场问掌握最新状况，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旭杰。另外，这方面特别来关心国安特勤人员牵涉到违法偷走私免税分的案件。总统府昨第3届亲身出来说明调查的进度，其中总统府示威室拢总52个人，主文4999条分，占一半。涉案的人伫咧示威室可能超过一半，拢有可能会换掉，敢会影响总统安全勤务。详细的情形继续要连线记者肖秉义来传来了解。秉义。好，各位观众呢，国安特勤人员的私烟案持续延烧。那么昨天呢，总统府呢也进行了新的行政调查情形。好，那么总统府表示呢，对于呢相关涉案的人员呢，将会涉情节来进行惩处，但是考量元首安全，将由特勤中心来视整体的维安任务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职务调整。好，那么根据昨天公布的整个最新的一个数字哦，那个国安局跟社会室总共有77人买了7624条的烟，那么其中呢特勤人数呢大约有400多人，其中77人超量购买烟品占了1/6。不过呢，外界担心如果未来惩处之后，这77人都要撤换，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总统的维安勤务？但是呢，对此呢，国安局并没有多表示意见。好，那么在这个总统府侍卫室的部分呢，有52人订购了4999条，那么也占了这一次的整个免税烟的半数，加上这整个涉案的人员在侍卫室也多达了半数之多。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些人员恐怕都会遭到撤换。那么新任的国安局长邱国正呢，根据了解呢，将的总统呢要求他在1周之内提出检讨报告。那么邱国正昨天也已经跟蔡总统来报告整个目前国安局相关的清查跟后续的这个精进作为。那么国安局最快将在今天公布检讨报告。以上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秉义，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光头白日，花莲一间金仔店互人抢，2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来到金仔店门口，一个坐伫奥多摆，另外一个是假身要捡金破链。店员摕一包2两半的金破链互伊捡，这查甫人就假身先挂看卖，一个挂骹底抹油就赶紧选坐奥多摆，互另外一个人载去。头家损失差不多14万。该在上新的消息就是昨暗差不多7点钟内，已经伫咧宜兰大溪抓到人，也毋过因骹手真紧，金破链已经摕去卖当现金。
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徛伫个银楼的柜台头前，等店员甲金仔破链摕出来。不过查甫人唔拿，看起来怪怪，佮不时偷看摄影机，摕到金仔破链了后，查甫人先试挂一个，想袂到后一秒。等一下，那你再等。查甫人为银楼内底走出来，路边早就有一台机车伫等伊啊。查甫人坐起来了后，骑车的人随甲油门吹落，骑车走去。头家赶紧伫后壁捉出来，因为金仔破链佮伫查甫人的身躯顶。因为其实有一点在防他啦，也知道他有点怪怪，可是就你有摆东西要给他，人家要说要看你，也不能说不给他带啊。头家讲，迄当阵就感觉这个查甫人怪怪，想袂到会互人抢劫。30号中昼12点，一个查甫人去花莲一间银楼假影买金仔破链，想袂到伊一个挂起来，就骹底抹油选去，互抢去的是一条2两半金仔破链，价值有14万。敢若用3分钟的时间就互因抢去。中山路附近的银楼金饰遭抢夺的案件，是目前正在积极的侦办中。店员惊到人去，赶紧报警，警察嘛随赶来调查。附近的民众讲，这两个嫌犯敢若为几工前就伫花莲这条银楼街啊看地形啊，可能是有先计划好的。警方虽锁定两个嫌犯的身份，想袂到互通这个嫌犯佫有时间用网络。用人面册传信息给网友，讲家己是互人使弄的，佮讲条件要求网友甲文章拆掉，实在是有够好打。虽望警方伫7点钟内就第2栏的大客抓到人，不过嫌犯抢去的金仔破链已经互伊提起袂掉啊。记者综合报道。车祸消息要来看到国道555一直到杨梅这个高架桥，两只车相撞，本来是无啥要紧，结果赛车人无伫路边放三角架，引起后壁另外一只游览车挡袂离，规个剪落，搁较严重。国道警察嘛统计今年甲单，差不多是7月时间发生的车祸，拢总引起到11个人不幸死，另外32个人受伤。高速公路顶两台轿车发生事故，突然间游览车搁弄起来。换另外一个角度看，游览车敢若根本就袂互动，大力一个弄落，车窗拢必顺。但是这一切其实拢会当避免。时间往前看，两台轿车只是小可压着，离泊车弯嘛无到30公尺。但是详细看，驾驶并无先来放警告的牌仔，双方搁伫车顶等了7分钟才落车来放。放的所在嘛无到10公尺，驾驶嘛无面向车，刷落来就发生意外。在车道一定要摆100公尺以上，因为那个小型车的刹车距离要除以20，如果大型车的话要减20。亲像因为这款小疏忽来造成的事故，真正袂少。根据高速公路警察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7月2摆的事故，都造成11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警察强调，若是伫咧高速公路发生小事故，驾驶落车了后，应该面爱先来向车，注意高速公路的车，然后到后面100公尺的所在放警示的牌仔。刷落来，只要翕相、录影来记录车的所在，就会当先将车刷去安全的所在。像我们那个要设定智慧型的手机用照相的，或是录影的，就可以取代那个标会的功能。过去警方拢会透过专业的器材来将车定位，但是高速公路的车速度真紧，危险性阁悬，加上即马只要民众翕相也是摄影，就会当先将车来刷走，毋但会当减少二次事故的发生，更加会当减少塞车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安全问题，台视新闻独家镜头要来关心热天来耍出流浪，煞互流浪的楼梯烫着伤。一个老母讲拜日的带查某囝来到台北市南港玉成公园耍水，本来囡仔是要爬去哩3层楼悬的楼梯去耍洗水道，结果日头一个笑，这个梯座的楼梯伤过小，囡仔煞互铁棒烫着伤。另外，阁有3个囡仔兄同款嘛是烫甲起水泡，送病院治疗。代志发生了后，玉成公园外包商赶紧抽红线，避免又阁有囡仔一个无细力着伤。事后了解，原来迄当时是因为救生员爬起楼梯要来转水降温度，袂记哩抽红线扎起来，囡仔对伫后壁才会去烫着伤。位处水道顶的厝落来，真正是透心凉。不过，煞有囡仔伫要去哩边仔3楼悬的洗可能的出水道的时阵，互梯仔做的楼梯烫一个受伤。查甫囡仔的脚浸伫水内底，一直口讲少疼的，原来伊的脚已经烫甲碰拍。
人家一直喊他的脚很痛，脚很痛。然后我们原本以为是溜滑梯上的擦伤，就过来看了之后，然后就开始也大叫，就说赶快叫救护车。他的脚底就是起了大片的水泡。要去玩溜滑梯，要到上面的时候就被烫到，很痛。看到囡仔的脚变甲红记，予家长真不满。伫台北市南港是热天耍水真兴的所在，后来逐工拢会有真饱的囡仔伫遮游水耍水，为着避免铁仔做楼梯，互日头晒一个变甲烧烫烫，负责管理的公司拢会伫开放，互囡仔入去耍进前先喷水降温。不过家长指控讲，迄当阵无管控，袂记得救红龙跳，才会害3个囡仔烫一个受伤送去病院。我觉得他应变措施也没有到很好，只有一个救生员过来看是怎么了，然后他去拿冰块也是去了很久。然后也是那个孩子，就是放在那边，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要保养应该不太怕，他烫伤小朋友。我请工班的人先来去那个所谓的绿色草坪。看到囡仔烫着伤，家长咧抗议，收水池委托的厂商才赶紧找人来量管道，准备铺竹啊。小朋友以为可能觉得这个设施已经可以使用，他就跟在救生员后面。救生员上去的时候，还没有进行相关的降温的动作。好佳在受伤的3个囡仔拢无啥要紧，台北市体育局强调，未来嘛要求厂商伫1楼做好管制，避免佫发生意外，让囡仔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台视新闻的独家镜头，咱咧讲人若说配喙烂毒死鸡，道民众无张无弛了195块银。道民众投诉讲，伊叫人来送钱过来，拢总开195块，定多雄雄煞取消去。问外送平台服务人员，对方讲外送人员已经含伊联络3届，拢联络袂到。也毋过伊明明无接到电话，搁问一届，服务人员煞解讲伊的电话卡袂入去，定多才会取消。餐厅已经送菜出来，袂当申请退钱。这当事者也就是讲。为头到尾拢无接到联络电话，所以安尼因为安尼了195块银。外送人根本没有联络我，然后他就说尝试联络这个号码，可是这个号码根本不是我的。看到和外送平台服务人员的对话记录，可能是真正是愈想愈生气，只是想要请人外送鸡肉钱，但想袂到最后，若无食到钱，佫摕袂回来。查询过后说的外送员表示我的电话是忙线中，外送员打不过去，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根本没有在使用电话，哪来的忙碌？可能是讲这个月18号，伊开了195块来叫外送的鸡肉钱，但是订单煞无缘无故互取消。来问服务人员，对方说讲，因为外送的人到指定的地址的时阵联络袂到伊，所以订单嘛无法度来退钱。佮讲外送的人员有来敲0937的电话3摆，但是可能性的手机啊明明就是0966，外送的人根本就是敲唔到电话。可能性搁再来问一届，想袂到服务人员随解喙讲外送人员开是0966无毋对，只是可能是电话一直伫占线，等了10分钟等无到人，所以当然会当取消订单。可能是讲伊根本自头到尾拢无接到任何人的电话，当然嘛无收到鸡肉钱，无收到鸡肉钱搁爱付钱，这互可能是真正是真生气。我就坐在我的手机前面。我怎么会看不到他打给我？你把我餐点送过来是冷的或者怎样我都无所谓，但是他们就是鬼打墙。面对消费者的指控，外送平台来回应，迄一天派单确实有敲3摆0966开头的电话，但是拢无敲通，所以按照服务条款，外送的人等了10分钟了后，若是拢无人来取餐，都是自动放弃订单，所以袂来退钱。这中间有发生啥物问题？即马双方拢有家己的讲法。今日会阁发生这款的纠纷，消保官也呼吁中央会当赶紧来制定相关的办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食安全问题，真侪人爱洗牙齿，洗牙齿真趣味。台湾消保会就抽查台南、高雄甲屏东3个所在，一寡红分区牙齿大卖场现切的果子也阁有胖。抽查结果发觉讲，现切的果子大肠杆菌超标的比例，拢总56%无合格。另外，胖的部分无合格率嘛有2成。卫生无合格业者，消保会提醒，不管是都要注意卫生问题，嘛要求因来赶紧改善，才袂互人罚。一盒一盒切好的果子摆伫桌顶，请真侪消费者来遮拣。另外一个地点来到这个卖胖的摊，遮的胖逐款拢有，同款真正消费者的目睭。不过你敢知影，这个果子甲胖有一半以上拢有大肠细菌超过标准的情形？因为自己切的感觉比较安心，它的成本跟
我觉得好像不成比例。有时候看到他卸货的时候，他们的车厢都很干净，那种我就敢买。不少消费者为着方便，常常去买这款切好的果子，也是讲去洗菜市的时阵，互这款拄出炉的芳甲尝到。不过进前消保会来到台南、高雄、屏东这个所在，伫咧黄昏市场、夜市也是大卖场，这现切的果子甲芳来甲做抽查。结果发现，讲现切的果子有56%拢无入价，若芳是20%无入价。输送的过程，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制造的过程，就像那个刚徐医长所讲的，你的切的刀呢，或者器皿一些的东西，好，是不是会有一些的污染？这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这个结果。结果出炉，发现呢。这个数据呢，超标情况是不太乐观，高达将近60%左右。消保会嘛来过一摆提醒业者，就要随时注意卫生，要求因来提早改善，安尼才袂妨发。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天气消息要带大家关心，这是伫南海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时8点已经发展做今年第7号风台，叫做米佩。即嘛是往五南偏西南边差不多844公里的个所在，以时速20公里向西北西往广东海南岛这个方向来刷震动。即嘛暂时预估讲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气象专家嘛特别提醒讲，即嘛规个季风低压带对风台发展有利，特别是菲律宾东边这个低气压可能。伫咧新历8月初4到初5这2天都有机会发展变做风台，规个西北太平洋可能就会产生2-3个热带性扰动，嘛有可能会做伙发展变做风台，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树头掠好栽，都唔惊树尾做风台。过来看到热天这么热，这礼拜体感温度，新北、台北拢差不多有40度，不止便都要开冷气，到底要开几度？上舒适，一寡国家拢规定室内冷气的温度，希望要考虑到减碳节能，也阁有省电钱。像讲日本办公室的温度规定28度，若咱经济部嘛规定讲公共场所室内冷气温度袂当无到26度。不止过了日本，都有一个研究讲25.4度，这是人上界舒适的工作温度。若是提悬到28度，颠倒会互人工作的效率变较歹，加班的时间嘛会变较济。规个评估了后，颠倒欠无工钱。天气小风风，这礼拜上北的体感温度拢有超40度，真侪民众拢热甲开冷气。不过冷气到底爱开几度才是上省的？日本有研究发现，25.4度才是互咱人感觉上舒适的做工课的温度。若是增加到28度，开销颠倒会更加大。调高1度就是省5%的这个电力，就是每一天如果是开12个小时冷气的情况之下，一台每个月是可以减少144元。研究显示，若是把冷气的温度为25度调到28度，对4-5平空间来讲，小连续开12点钟，一天会当省4块8，等于1个月会当省144块。不过日本的专家说讲，安尼颠倒会互做工课效率变歹，加班的时间变长，算的根本就袂好。过来，医生嘛强调，若是受热，咱人就会感觉无爽快。综合来看呢，就是湿度加温度，然后从体感温度表去查，超过41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比较危险。若是温度超过35度以上，或者是湿度超过60%，体感温度达到41度，拢有可能会去热到。专家嘛呼吁，莫为着想要省1个月几百块电钱，颠倒互别个所在开销增加，尾也是无省到。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关心鸿海前董事长郭台铭，伫咧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公开了后，伊出国行咧，伫咧半个月。本来通讲今仔日早起时会转来到台湾，也毋过甲搭也未看到伊出现。详细情形，连续即马人伫凤山机场的记者陈义勇来带咱了解。义勇。好，主播观众记者呢，持续在台北的松山机场这边带你来关注最新的现场状况了。国民党党内初选呢，原本在15号的时候结果就已经公布了，不过公布之后呢，参选人郭台铭是仍持续在国外，迟迟没有在镜头前露面。那原本传出他预计原本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就会搭乘他的专机飞到台北的松山机场。不过在郭台铭办公室呢，昨天晚间的时候，其实有临时发出了声明，强调对于郭台铭何时会回到台湾是一个还是不知道到底
底是什么时候哦。那不过我们也掌握到一个讯息，郭台铭呢有可能在下午的2点45分的时候搭乘了他的专机 B99988飞到台北的松山机场。各界呢持续的关注他的下一步动态，会不会郭柯合呢？又会不会呢？他下一步会怎么来走？大家都持续的关注。以上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义勇，继续在地自私康康要来看到台东旅游，唔来当坐热气球，阁会当体验飞行线。有6个台北人，就算因目睭看无，共款互教练教来落野高台挑战飞行线。虽望看无，我都欣赏到景致，共款感觉真刺激，大声喊讲真过瘾。安全帽仔保护带一项拢无减，因是按台北来的一阵目睭无方便的掠零西，特别来到台东录影的高台，要来进行飞行线的大挑战。这边是一个小斜坡，一个排着队，大家拢真紧张，毕竟这是因人生头一摆离开地球的表面，实在是又阁惊又阁期待。徛伫咧山头，对着教练的指示，勇敢踏出头一步。来，往前跑，好。手拿着自翕器来记录，就算无法度看到遮尔水的风景，但这轻茫茫的感觉，甲将来毋捌有的刺激感，互每一个人拢充满笑容。一个查某囡仔打开始阁惊甲叽叽叫，但是经过10多分钟的旅程，安全降落了后，阁想要阁耍。上去以后就真的很像坐飞机，只是差一个是户外的这样子。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很好玩。出发的时候我看你都在尖叫哎。对啊。很害怕啊！就上去的感觉怎么样？很舒服。飞行运动协会表示，耍飞行线上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配备，只要注意安全，听教练的指示，就唔惊出代志。也邀请各界人士共同来享受飞一个天顶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无同的体验，这是修理手表有大学问。家己这个手表师傅，伊的功夫真在北，请到外国去。一寡人特别来到台湾要来学西雅。这个师傅叫做陈春华，修理手表的经验已经38档，上厉害就是伊会当贵无到有，家己生产零件，排队要等伊修理手表的人客实在济。过去嘛捌有外国的头家开一年上百万的薪水，希望请伊出国来做事。也毋过陈春华伊无爱，甘愿守伫咧家己当市场。经店面，原来这后壁嘛有故事。机器的声音轰轰叫，斟酌咧芳磨打造这个手表啊零件。伊就是钟表师傅陈春华，有38年修理表的经验。上厉害是老师傅会当对有到无，家己来制作零件。排队等伊修理表的人客拢唔捌当过。我可以调整来这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来跟他请教的，他马上知道说我们在使用上是哪里。对，伊就像这个表的医生同款，除了替人客甲表修理好势，佫会交代讲爱安怎使用才是正确的。伊修理表啊，大家右目拢足斟酌的，足受人客学了。就连马来西亚的钟表师傅嘛，特别走来台湾来甲伊学技术。对我的知识提升有帮助，所以千里迢迢来教他。这个职业年龄层都在增长，需要年轻人来加入。陈春华讲。其实意大利、美国的表仔商嘛捌开100万的年薪来请伊去做工课，不过陈春华伊甘愿屈身伫家己的市场内，通来传承修理表的技术。我们台湾也有好几个都到瑞士、美国去学啊，但是学一学都没有回来。对伊来讲，钱不是上重要的。陈春华认为讲，食一回学一过，一步一脚石，认真来拍拼研究，伊嘛要甲这个修理表的技术甲传承予徒弟。国宝级的钟表师对这个表的热情。就亲像表啊内的链仔器同款，会一直踅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一步一脚印，继续来看到台湾少年野球国家代表队29号伫日本东京团好成绩回来，伫第37回少年软式野球世界大会以2分比1分摕到冠军。其中王牌投手王义祥伊摕到上届有价值球员的奖，球队成员大部分拢是新德冠。这个关西国小的学生囡仔，校长知这个消息了嘛，足欢喜，笑甲嘴啊利塞塞，感觉真光彩。
中华野高飞球一支新顶级的再见安打，予送队员冲击本垒野球小棒的小将欢喜甲大声喝休，双手握拳，真欢喜咧跳潮。都因为这单跌一目呢啊，拍破强敌大阪队的美梦，以2-1替咱台湾摕到冠军。不负所望，打出一个再见安打哦。深深阿佑甲行一个咧，敬队长嘛敬斗小天的队员，看咱的小将欢喜甲目屎滴落来。嘛提出国旗，替咱台湾出一口气，安尼，互台湾伫日本的东京真请赢。第37回少年软式的野球世界大会，伫29迄天进入冠军的争霸赛。台湾队成功1局的顶半，因领先抢到1分，不过台湾队试落去追，伫1局的下半，随甲桥倒转来，了后双方就进入这个紧张的小决赛。尾啊，伫6局的下半，台湾队利用一人保送上垒的机会来抢攻二垒。搁伫2人出局的苦境下平，攻出上关键的美角安打，气走台湾队。咱台湾王牌的投手王奕翔，嘛来摕到 MVP。这次的比赛，每个球员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出色。王义祥在这次比赛当中，关键投了2场胜投。那李友仁这一次担任中继投手，也表现得很称职。因为这个国家代表队的成员是以新竹关西国小小帮队做主体。校长接到接报，第一时间就拍影片来祝贺。这边嘛是台湾队从2016年以后再度来摕冠军，来享受到胜利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经济统计，苗栗是规台湾山鸟麻上盖济所在，其中通霄镇枫树蚵社区推动友善的耕作方式，种出来米，互人俄罗斯就好米。今年林务局和台铁合作设里山动物列车2.0版的概念，就是用这个社区的故事来做主题，希望会当打造一个就好列车，互大家会当定思考里山动物和咱人做伙生存和谐概念。通过城市，经过乡镇庄仔，就好火车开始旅行，行过每一块土地。车厢内底用里山地景来设计，一个上车就互高水的动物包围。里山动物也想像人一样，能够像人搭着列车，快乐而且自由自在的去旅行。但是因为现实上面，这些里山动物它们生活在1000公尺海拔以下的这个环境。大部分都是私有地。南务局甲台铁各一个合作，设里山动物火车2.0版出来，重新思考像就好这款的里山动物，甲咱人做伙生活关系。甲车厝的山当作背景，田园湿地生态完整。这是苗栗通霄枫树蚵社区，枫树蚵的农民因为台湾石好保育协会推广，2012年开始实行无毒的种植，唔喷农药，保护石好生活所在，所以各行叫做石好米社区。施撒那个除草剂的话，这些都不会有这些草长起来的。那你这样拔草很辛苦哎。很辛苦啊，为了健康方面就再辛苦一点了。苗栗自然生态协会伫咧田的安的翕相机，这几年几落届翕到青山动物出现的画面，像讲红列做是珍贵稀罕动物的芒花麻，阁有果子麻、麝香鸟，甲几6只就好。迄天研究人员带咱了解青山的环境，伫咧田的就发现石好的影子。你看这个，这就很明显是动物走过的。4个，然后一个大大的肉垫，所以这个一定是食物的。无毒种植虽望互土地变甲无污染，不过甲普通种植的方式比起来，收成较少。李荣华因为已经退休啊，收成有好无想计较。伊赛车载咱去拜访其他的农民，到田呢就发现草啊更较多，不过却无看到这主人。我们维生，我老公还有另外在工作啊，对啊。如果全部种，如果靠这个生活是没有办法生活。一个人兼2份头路，对社区内底做无毒种植的农民来讲是真殊上的。不过因却也是一直坚持，有所沿伫因家门口画100彩绘壁，就是因的理想。米粒的妈妈、米粒的爸爸、米粒的小孩，他们在田里对很高兴啊，又有兔子啊。一群农民用行动来停无毒种植，
保护故乡的土地，甲人甲生态系共同生存的关系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休近日5号世界大代志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科技，这是荷兰一个团队最近研发头一款太阳能原型车，热天用太阳能，寒天吃电池，按算2002年就会当交车。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气，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甜。这个甜就是满意思，像讲水甜啊，就是水满。另外水饱流，有人讲是流甜。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带大家做伙来看到，头一个就是后甜，有人讲后更甜，意思就是讲因为伤过悲伤，讲话讲袂出嘴。第二个词就是饱甜，代表讲物件真满意思，像讲水骨啊已经饱甜，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做田人上惊落大雨做大水，若看到规田的水拢饱甜，心血就会乌有去，后甜目可红。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甜，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5号世界大代志，规世界气候愈来愈烧热。今年热天，欧洲一寡国家温度称较超过40度。荷兰就一个团队最近研发头一款太阳能原型车，也就是靠收集太阳能产生电力，到电池嘛会当充电，也就是热天用太阳能，寒天吃电池，即马开始生产，按算2002年就会当交车。现主是一般的电动车，加一摆电会当行300公里。特斯拉 Model S 表现袂歹，加一摆电行600公里。不过这款新的电动车，阁要超越特斯拉，伊的续航力我要到800公里。So how is 500 miles possible? 伫车顶甲引擎挂顶管有到太阳能电板，1点钟收集到这个太阳能，会当互汽车走12公里。伫个车顶阁有载电池，伫这款快速充电的模式，1点钟就会当煞你行570公里。The One's manufacturer, Dutch startup company Lightyear, was founded in 2016 by former members of a team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whose solar-powered vehicles won the Bridgestone World Solar Challenge race in 2013, 2015, and 2017. 这款合作公年1号的电动车，对点点到时速100公里，敢若需要10秒钟。虽然讲袂比你特斯拉，不过伊较袂吃动电，续航力嘛是比特斯拉较好。伫荷兰的热天驶这款公年1号，会当2个月内电池拢免充电。We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2 energy sources on Earth you can use, and that's either the sun and at the same time ordinary power sockets. And then the other part is that you have guaranteed clean energy because you're gonna guarantee that the energy that comes from the power plugs is really clean. 太阳能结合电池的电动车，伊的介绍是伊的大票400万起跳。不过，若是研发成功了后，伊的介绍会当降较低一丝啊。公年1号提供消费者有新的选择，嘛希望讲会当替地球的环保来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热天真侪日本人爱食糜，认为讲会当补气、顾身体。这几年糜的介绍一直起，引起糜的料理同款嘛是贵三三。上主要原因就是糜鱼材减真济，另外规世界嘛有真侪国家有的对时行食日本料理，糜才会愈来愈珍贵，变做愈来愈掠无够。
麻伫个火炭顶悬烘甲吱吱叫。当年日本揭开的这个土用场日，是日本人食麻补元气的大日子。各地麻餐厅嘛拢无用试试。外加显开，随闻着香杠杠的烧麻香味，大人甲囡仔拢安尼嘴烂嘴嗦嗦叫，大家拢食甲真有滋味。东京出名的餐厅，甚至有人伫个一个月前就生注文啊。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本当に美味しくて、もう幸せだなって思います。伫咧这一天，有真侪麻喜饭的餐厅还未开门，外口就已经真侪人伫遐排队。大家就是想要食这个青笑的好滋味。久しぶりのうなぎで美味しいです。1年ずっと待ってて。这几年，日本麻的价格拢真悬，安尼互真侪民众拢买袂落去。有餐厅麻的价格，今年起买200至300块的日票，差不多是起台票60至90块，甚至有业者一份都起台票100块咯。麻的价格会一直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麻材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到今年4月为止的半年内底，捕到麻材的这个量创下6年来上低的纪录。日本麻主要是用这个野生的麻材来甲饲的，不过逐年掠这个麻材的量愈来愈少，就算讲伫海外来甲进口这个麻材，不过这个数量嘛是还阁无够。养殖业者销予通路的这个批发价格。1公斤爱5200块的日票，也就是超过台票1500块。这个价格敢若比去年历史上悬的价格搁较低一丝仔尔。若对泰国的民众来讲，麻唔是摕来食的。タイのお寺の前で売られていたこちらのバケツ、中に入っているのはうなぎです。タイの人たちの間では。うなぎを川に放つことで徳が詰め、仕事運や金運に効果があるとされています。泰国民众信仰佛教，因有放生求功德的风俗。民众想讲，这个麻的分数是安尼这么骨溜，安尼就是强劲做事业会真顺时，通互钱财一直连来。所以因伫打啲卖麻是掠来放生的，唔是摕来食的。เพราะปลาไหลให้การงานราบรื่นไงครับพอเราปล่อยปุ๊บ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ทานของพวกนี้。กลัว หนูไม่กล้า。泰国唔食麻的这个风俗，到最近煞有一丝仔改变。泰国民众逐户的平均所得，10年来已经增加超过4成咯。原本是得啊伫唔敢硬人的香菇肉，这道遮贵的日本料理，伫咧当地煞豆豆啊施行起来，有愈来愈侪民众无排斥食麻啊。日本麻的养殖业者嘛，伫咧万国来开这个餐厅。やっぱり美味しいうなぎをやっぱり食べてもらいたい。メイドインジャパンのうなぎを皆さんに提供したい。业者伫咧土用场日即天，杀出9节犹太的麻特产，请真侪民众来遮食青笑。นุ่มๆกับหอม2อย่างมันกินแล้วมันก็คล่องครับแล้วรสชาติมันกลมกล่อมครับ。当众人当咧食麻的时阵，日本麻已经列入去特别灭绝的物种咯。包含中国大陆、台湾甲南韩，过去拢一直咧护麻材，要安怎永久来甲经营，互渔业资源会当生摊落去，这是各国爱去面对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才接收到上新的消息，诈骗集团也是清唱手，高雄一个50多岁妇人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伊是特侦组的人，讲这个妇人人因为个人资料互人偷用，牵涉到卖毒，要求要汇款72万到对方讲的口座。这个讲话过程，妇人人拢一个甲伊写落来。妇人人要去银行领钱的时，行员目睭真金，发觉无对同，赶紧报警察。双方因为一直甲伊解说，妇人人才讲原来拢是骗局。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找人了解。婉莹。好，主播日前有一名50多岁的妇人呢，神情慌张的是跑到银行里面准备要来领钱，可是她领的钱的数目呢是非常的庞大，一共72万元。而行员发现后呢，是发现这又是一起诈骗案件。来看一段当时画面。特侦组的主任姓什么？姓张啊。那解释的特侦组早就解散了呢。这名妇人呢，进到银行里面之后，是神情十分的紧张，声音还不断的发抖。她跟银行的行员说，她要领72万元，也引来行员的注意，赶紧通报警方前来关心。原来是日前呢，有假借特侦组的名义打给这名妇人，并且要她汇72万元，不然就要等着坐牢。幸好警方呢是及时赶到现场，并且跟这名妇人说，其实特侦组呢早就已经在106年的时候1月1号已经来废除，现在
那就根本没有所谓特侦组这个单位。在远景跟远景的劝导之下呢，不断解释，妇人才惊觉说，原来这又是诈骗一场。幸好警方及时阻止，才让妇人没有白白损失72万元。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共款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是苗栗一个少年家啊，伊申请这个芋圆的专利，变做别位食无到的独家口味。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凉的，这是苗栗县一个少年家啊，叫做蒋丰苗。当去后人伊的故乡创业，用在地种的番薯、蚵仔，也有火龙果这食材，特别做火龙果的芋圆，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好滋味，真透心凉。互人食一喙就掉咧，业者嘛申请专利，要变做别位食无的独家口味。炎热的天气，来一碗串冰上清凉。顶头铺满厚凉的番薯、公馆的蚵仔，也佮有3碗的火龙果所做的芋圆，互人敢若看到就喙烂插插丁。无怪业者打开门要做生意，马上就有人客为着独家的口味来。它火龙果真的里面有火龙果的籽质啊，酸酸的，蛮好吃的。申请全台湾头一个芋圆专利认证，苗栗的青年蒋丰苗，其实已经创业将近5年。刚开始只是因为有厝边送来番薯甲蚵仔，就开始来做芋圆。想袂到一推出就真受欢迎。太太有生的期间介意食蔓越莓，就试看卖仔来甲火龙果相掺，来做出色水敢若红宝石的新口味。我老婆那时候怀孕，刚好就知道蔓越莓。我们就把蔓越莓加进去，没想到就蹦出一个新的滋味出来。蒋丰苗讲，制作芋圆的材料，除了讲究在地生产以外，也佫特别来找找有机的农民合作。目前已经有红色、黄色、紫色、乌色各种无同的芋圆，会当讲是5花10色，料好佫实在。未来希望会当做出佫较侪种口味的芋圆。记者综合报道。火龙果唔来当做芋圆，佫会当做鸡仔冰。来看到冠军米做的鸡仔冰，你敢有食过？中华德长乡的农会发挥创意，利用早餐人家己生产的台景9号米，掺火龙果、蚵仔这食材做鸡仔冰，拢总5款口味，吃起来 Q 有米的清香，口感嘛真特别。去年销6万支，今年到今已经销8万多支啊！一支一支的鸡仔冰透过机器来包装，用冠军米、菌种梅加上核桃龙眼干、火龙果，这无同口味的食材落去做，吃起来唔但有核桃龙眼的香味，佮有米的香气，一喙加落，佮会当食到规粒的饭粒啊！鲜甜的，然后吃起来里面有一颗粒米粒的，口感很特别。
冰棒完全不会冰，完全不会滴水。甲普通传统的鸡仔饼哪食的哪样气无共，米做的鸡仔饼较黏，囡仔拢一喙刷一喙，食甲真欢喜。在长乡农会米定摕到全台湾的冠军，农民生产的台景9号米品质挂保证。不过台湾人食的惯习改变，米的销量变歹，所以农会就发挥创意，用冠军米加上家己生产的火龙果、蚵仔这的农产品，开发米鸡仔饼，杀出来了后，就真受消费者的欢迎。我是希望这种用在米冰棒这方面能够再增加我们国人对这个米的消费量。一方面，让米的销量增加；另外一方面嘛，创造商机。为上早杀出来的核桃牛奶、甲乌糖冷饮干，到即马加入台景9号米煮出来的有完整的饭粒仔的米鸡仔饼，唔有饭的香味，口感嘛真赞。农会讲欢迎民众做伙到农会 DIY， 家己做鸡仔饼来食。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新计划，我只能配合。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我永远都在。每周5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张张。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绵软，我很想吃，我喜欢。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因为他已经跟我聊过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是跟我说。属气呢，我真的都已经跟国良讲了，他说他也会支持我啊。兄弟不是这样子评的，他说什么你都好吗？欢迎光临，希望这边可以成为你们未来爱的小屋。万里。关心。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我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起开，注意哦！超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
别给我站屁股！这边，打住！马上！ Hello， 各位月村的村民，大家好，我是坤达，我是林思雨。月村欢迎你，要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永远都在。 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好可爱！少女心，你知道这少女必点，这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棉花糖咸酥鸡。我只能说完全无违和，它完全就是跟这个酸甜的这个甜辣酱完全就是融合在一起，它们就是闺蜜，跟我们一样。张张。 甜点，它下面就是那个黏润，我很想吃，我喜欢。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因为他已经跟我聊过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就是我自己。 哎呀，属静呢，我真的都已经跟国良讲了，他说他也会支持我啊。兄弟不是这样子评的，他说什么你都好吗？欢迎光临，希望这边可以成为你们未来爱的小子。万里。关心，关心。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羽翼报道。 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我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对齐开头，注意哦。开车了。赵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别给我站屁股！这边，打住！马上！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插播拄才接收到上新的消息，台军刀品势世代的国手，拜日咧雅加达亚运表现了真好，无想到互人逼讲伊今年伫咧拿坡里世代运培训这段时间啉烧酒了，拢入去查甫宿舍，对一个社级的国手有骗术的行为。针对这件代志，国运中心嘛发表声明，讲已经甲伊处决。这个世代的选手伫代志发生这一天，已经甲大专体总申请放弃培训，嘛已经搬离开训练基地啊。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上尾，新闻上尾要来欣赏，这是法国东北部办一个真闹热热气球节，拢总400多粒热气球飞伫咧半空中，规个看起来吵，场面有够大。新闻上尾朝台做过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